好，咁呢題就係講話而家有10條 MC 喺嗰個 test 入邊啦，每一題就1分。咁而家知道咧，佢答啱一條嘅題目嘅 probability 係0.8。咁如果能夠拎到8分或者以上，答啱8題或者以上咧，就會拎到 A。咁已經知道攞到 A 㗎啦。咁就問你咧，佢如果係淨係答啱9條咧嘅 probability 係幾多？咁第一你見到 given that 啦，即係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啦，即係個分母啊，就係講緊佢答啱8條或者以上嘅 probability 啦。咁嗱，答啱8條或者以上嘅 probability 就分開3部分去處理，答啱8條、答啱9條同埋答啱10條。咁如果答啱8條嘅話咧，就會係咁樣去寫啦。好，咁解釋一下先。第一就係我哋要數佢答啱8條咧，就一定係數佢答啱8條同埋答錯2條，唔可以淨係數答啱8條嘅，係啦，因為佢個情況係真係包括埋答錯2條噶嘛。咁答啱就係0.8，答錯係0.2，答啱8條就8次方，答錯2條就係2次方啦。然後呢個10C8係攞嚟做咩咧？10C8攞嚟數佢答啱答錯個次序係啲咩？即係例如我可能係第一條答錯，或者第二條答錯，或者第3條答錯，呢度係有個次序之分嘅。如果我要數呢度個次序咧，我係用10條入邊，我要揀8條係答得啱，跟住剩翻嗰2條就係答錯啦，係啦，咁樣去數個次序出嚟。咁如果呢度 OK 咧，我哋繼續寫埋落去就係10C9，就係講緊10條入邊有9條係答啱，1條係答錯啦。最尾就係10條入邊10條都答啱。咁而呢一度已經數晒佢所有情況啦，答啱8條，答啱9條，答啱10條。咁而當中我哋個分子就係講緊佢答啱9條嘅 probability。OK， 然後咧我哋撳機啦，10C9，睇先，左邊數到右邊啦，10C8乘0.8嘅8次，再乘0.2嘅2次，我所謂 A 啦。10C9乘0.8嘅9次乘0.2，我 store 去 B。10C10 即係1啦，乘0.8嘅10次就 store 去 C 啦。OK， 攞個 B 除呢一個 A 加 B 加 C， 答案咧就係呢一個40/101，咁但係個數字就係0.936，sorry 0.396，係啦，0.396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。OK。